带我去看落日晚霞，还有淡白田野。这是这首歌的原唱，人家就是会用那种很轻柔的声音，很温柔的声音，但是有的同学呢就扯这个嗓子，请你用你最，你小子再说一句试试。请你用你最柔和的声音，特别是男孩子。我的纸飞机呀，飞